上时代的花布包推陈出新，30多种包款，超过20种布料花色，几百种变化，目不暇接。从前面的剪裁一直到后面的车缝，都完全手做的方式，手工做的方式。手工做嘅。手工做嘅，特色手按油去色。手工做嘅，特色手按油去色，手工做的每个都很有特色。是的，对不对？出自9个社区妈妈之手，原本都是成衣厂员工，工厂没落荒废后，一度打零工洗葱。现在重回裁缝机前，在花布里找到稳定和信心。那他做的时候就跟我们讲说，好像这边洞会露出来，他会跟我讲说这边洞会露出来。袋子太小了。袋子太小，所以他又换了大一点点啊，压下来，把它大一点点，可以压下来一点。本来这样子低低的，还有后面我们本来没有口袋，他说这样子女孩子很不方便，然后要我在设计的时候再加一片口袋，然后所以我就帮他设计加了一个口袋进去，这样子。协会理事长的设计在这群妈妈手里融入经验的改良，拉链尾端美丽的包覆呈现细腻，农民的百米心血已有了美丽的外衣。我们是不是也能够把我们在地的文化，然后灌到我们的产业里面？所以我们就开始运用各种花布，运用各种形式，然后来把这个客家文化元素带进去，希望也能够带动我们的客家文化元素。像这个，我们就是这样子来包装我们在地的米啊，然后做一个伴手礼的模式，然后一起来推广来行销。凤仙包得到文建会的奖，负责行销的王全龙在太太的家乡推广花布包，看到前景。从一群妈妈延伸3个班，在宜兰客家人最多的乡里，为自己的文化尽心努力。一群人携手打拼，希望以后大家讲到宜兰3星，想到的不只是葱，还有月梅、美丽的花布包、美丽的客家文化。手工做嘅特色手按油 T 恤，手工做嘅特色手按油 T 恤。